注趣味，睇最美櫻花季，坐全中國最豪華內河郵輪穿越三峽大壩星船記，長江探索號加武漢上鷹，即刻出發！第一程，香港飛武漢，登江南名樓黃鶴樓眺望長江，再去東湖櫻花園睇個曼珠櫻吹雪，浪漫到爆！晚餐嘆喜舍黑珍珠餐廳將非遺手藝變身精緻料理，連續2晚住泛海費爾蒙酒店，私密空間叉足電。第二程，重頭戲，登上全國最豪內河郵輪長江探索號，直擊三峽大壩世紀工程，喺世界上能夠通航星船機嘅最大郵輪上，親身坐電梯穿越三峽大壩星船機，感受同人哋不同嘅三峽魅力。穿越大壩之後，即係睇見西寧峽壯景撲面而嚟。船上食 CEO 同款私房菜，船員服務貼身過管家，入住 CEO 欽點嘅江景套房。瞓喺床上睇盡無合水墨畫。三峽行程中可根據自身愛好嘅選擇，輕鬆行山瞿塘峽古道，或登頂神女峰睇天下第一險。第三程，郵輪停靠重慶，直闖世界遺產大足石刻，睇震撼千手觀音。夜晚喺百年洋樓首座公館食重慶官府菜。住重慶康萊德呢間國際5星酒店，喺山城高空景睇住個櫻花夢，最後重慶直接返港，保證出發日期2026年3月20號。今次行程呢係 CEO 包船行程嘅，如果出行時間唔符呢，應可選擇3月17號、24號、31號、4月、5月、6月出發嘅行程。國泰航空甄選長江探索號加武漢最美櫻花季等你嚟。